我这样说好了哈，不管是前任的主席显智，那以及现任的党主席徐永明，他们的确都跟我开口过，希望我能够承诺他们列不分区。那我也跟显智、跟永明说得非常的清楚，说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台湾要有一群有专业能力、有理想性，而且更重要的，能够抗拒金权政治的立法委员进入立法院里面，需要一支团队。我在我的巡回演讲第2场公平正义改变台湾那场演讲当中，我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贡献我的力量，把这样子特质的人送到立法院里面去，贡献我的力量，把具有这样特质的人送到立法院里面去。那这个是我前一阵子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我在展开请益之旅，其实就是在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那我也很感谢现在答应参加这个团队的朋友，他们对我的信任。我的计划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至于说永明，他作为现在新的党主席，那永明对2020选举他的整个布局、整个策略到底是什么？我作为党员，我基本上都是尊重。那但是那个是永明他自己要循党内民主程序，跟决策委员会、提名小组。对不起，我已经太久没参与党务了。就是他们就自己在决策委员会上面好好的去讨论，那他们接下来2020的选战，基本上面他们希望怎么走？那是不是有其他的选区，目前蓝绿两党推出的立委候选人都不够足以代表时代力量的价值，甚至是让人民失望？是不是区域应该要进一步的来去支持，那符合我们的信念跟价值的候选人？那不分区的整个战略上面，那永明希望大的战略的方向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永明接下来他可能跟党内其他决策委员会的同仁们，他们要去讨论的事项，可以吗？台湾若是在搞这种泛化政治，我必须要跟你再一次的表示啊，我在这个会议室里面，我已经表示了 N 次，对这种泛化政治的厌烦。对这种泛化政治的厌烦，放这种话的人，在网络上面、在媒体上面操作这件事情的人，再加上配合着政党在操作这件事情的记者，他们所要达成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我非常清楚。我想一般的市民，大家花一点脑筋想一想，就非常的清楚。那正是因为这是对毫无生产性的政治操作，所以我就说我就不想要浪费口水在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对于我来讲，你问我这种问题，就好像问我要不要上外太空一样，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对台湾所现在面临的问题，到底解决了什么事情啊？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处理时事上嘛。这个是我希望谈的事情。那你如果问我，就前一阵子有没有带风向说我要参加台湾民众党，这个风向带完了以后，现在又突然我又要变成独派，要推出来参选总统候选人，这些风向我都听在耳里了。但是你们冷静想一想，用大家的基本判断程度想一想，就在他后面带风向的这个人会不会太可笑？一下就说你跟柯文哲站在一起，你要跟柯文哲如何，一下就说你要去跟代表独派选总统，你脑袋有洞也不要到这个程度吧。我就是我，做我自己。我在走政治这条路上面，在做公共服务的时候，我再说一次，其实我有一次在我脸书里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为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我有我自己的道路，我的存在不需要靠我去支持谁，或是我反对谁来证明我自己的存在。一个政治人物如果要靠你支持谁，或是你反对谁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的话，我老实讲，真的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请用我实际做的事情来评价我。我做的不好，批评我，鞭策我，我一定尽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我可以无愧的跟大家讲，黄国昌一天24小时的时间，我牺牲了非常多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我没有自己个人的生活，我全心全意的就是要把立法院、立法委员这个工作做好，向我的选民负责，向台湾社会负责。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